蒜头啊！啊，恁那这个蒜头，恁家是贵足济，迄蒜头毋是咧赶鬼的，吸血鬼啊！毋是哦，啊，无恁家这个蒜头要创啥啦？无啦，阮母也有咧掰啦，伊拢讲掰葱啊、掰蒜头阮家吃啦。蒜的啦，阮家吃蒜的，当吃蒜头都当4月份嘛，当清明的时阵都收成。哦，啊，但是真足困扰的呢，你叫阿勇摕这个蒜头是要创啊啦？炸对韩国哦。摕去卖啊！阿勇啊，摕去卖按钱。这好价，这好价。哎，啊，借问一下吼，啊，丁辉有影伫遮出名的？对，你遮生啊，你细汉拢伫遮大汉的。啊，听讲你拢四个人讲灯辉是恁囝呢哦。啊，当然是。哎呀，阮囝有啥？我大概若过年回来，拢我带我去巡山水呢。哎，阮囝来，有人要翕无？有人要翕无？有囝，阮有人要翕无？无啦，迄点阿姨啊，讲你回转来吼，都爱带去甲看一下啦。你请伊啉我讲咖啡啦。啊，天下父母心啊，阮母啊嘛是安尼啊。我大摆过年登去哦，伊拢会召集村民哦，伫阮咧庄仔口对无吼，啊伫遐咧放炮。啊，我想讲我巨星登来哦，摇下窗户，甲大家挥挥手，窗户摇下来，迄炮哦，滴入我车内底，甲恁爸炸一个头毛都要扣去。乌气规个。我无遐离谱啦。啊是咧炸邯郸哟啦，甲我当做歹人咧，甲我炸。